心里。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也
游方小姐，一底就一个送君绵绵，心绵而且送君心绵绵对，失落的老歌。对啊，即摆现主是较罕人唱，因为就这谱啊，拢失落去啊。是啊，嘿，而且就这黑胶的唱片嘛已经去啊。但是吼，那阮叮当我学到一个，哦，赞，伊就本身的时阵对较早少年，吼喜爱这做个物广播件，电台的时阵，甲收集，吼收集甲咧真十层啊。对，这唱歌的时阵吼，你家己直直唱，我嘛感觉无意思，佮挂一个解说。伊这到底这个歌的来源是安怎？是啊，是咧讲啥物？袂使讲换句，讲啥物故事？对，吼，每一首歌拢有伊的故事。简单讲，白啰嗦了后，即摆现主是歌来咱做你个欣赏，吼，安尼无共啊。即个歌吼，较早的时上闹热的，那落像即个咧南部就是台南，上北部就是艋舺。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宝岛，安尼。去去趁食。是啊。去趁食时，迄有的时阵呢，真正行路的，互你想想袂到。对。坐火车的当中的时，对南部甲北部爱坐差不多，坐差24小时。我会记得讲，我做囡仔的时阵去北部，去甲哥哥的时阵7、8个小时吧。对吧？拢嘛坐火车，即马几公号的。对无？或什么高铁安尼啊？后边载甘蔗，载火炭，对啦。载做即个做什么卡邦啦，安尼，迄个旅行遐物件，包袱啊。是啊。中间的时阵就才坐差7、8十的时阵，所以讲哦，以早的人若一个出外去，有当时拢总联络拢用批信尔啦。你要搁见面的时阵，有当时1年半载，无怪这即讲送君心绵绵吼，袂使不接转来，接转来时阵吼，敢若来回都爱偌久的时间啦。搁刷落吼，爱开足侪钱的吼，以早咧坐车嘛钱贵啊咧啦吼。伊就做即个吼毋甘的心情，是带着祝福的即个心情，带着期待这个心情，送君心绵绵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哦，哇，感谢啦吼，来，今晚呢，我来看卖什么人上线啊？嘿，谢谢。我今仔来遮熬早，来莫大哥是莫大哥，咱方正大哥，谢谢。咱的文东哥哥，当下你好。搁有咱姚增芳大哥好，淑英姐、志昌大哥、并给大哥、顺天哥哥，隆中大哥梁大哥好。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徐爸爸、徐妈妈、志昌大哥、芙蓉姐、康苗姐姐、米子姐姐，谢谢，感谢咱青花姐、碧竹姐啊、丽丽婚莲姐啊，感谢谢我们的秀芳、秀芬啦丽婷嘿，谢谢昌雄大哥、文龙大哥，感谢恁默默的抱声，还有阮的古大锦阿姐，谢谢来坤信哥哥嘛上线谢谢你们，感谢恁默默抱我声节目一个开始，就安尼甲咱吹落去。树松大哥、运动哥哥拢总上线，感恩，感谢，避讳的这嘿，来，今晚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，一首歌曲了后，咱头一阶段就是跟咱观众朋友头一阶的互动时间，准备互咱观众朋友来听歌，来拣一首你喜意的歌曲，拢总是拢，今仔若是较少年一点啊。应该是来去风尘甲海波浪这两首，其他这种老歌啦。对，好来准备头一首《真情放袂离》。点播率非常高的歌曲好来雨水都袂离，伤心出泪粒粒滴。啥人会了解我北的爱悲？尤君小姐的歌曲。来，第2首《委屈的爱》。你不该，你不该骗去我对你的深情爱。为爱你受尽委屈，希望会把
过你转来。来，第三首《看破的爱》。想起这个爱，是比伊惨的爱，茫茫渺渺，有啥有实的爱，凄凉的苍白月。来，第四首啊，吼，来送君情泪。一路来送君来行到着俗山仑，一时心肝头乱纷纷。来，第五首，来去风尘。情海茫茫，有情人变成孤芳，望回头，分远在，青春花蕊不再红。今仔上尾的这首哦，《海波浪》。悲伤的心情，沉重的脚步，勉强来离开。满腹的苦衷，满腹的痛苦，不愿来流浪。我亲像海波浪，有起也有落，咱今日若分开，哦，是在相逢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准备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，卡咱头前这线专线电话8326317317。8326317317。中华关市伫八股关市加一个控诉就可以。来，今日歌曲是咱的真情放袂离，委屈的爱，看破的爱，送君情泪，来去风尘，海波浪。以上6首歌曲吼，来准备咱观众朋友会记得哦，卡咱头前这线电话就可以吼。来，这线8326317317，83263117，准备接电话咯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检索哥哥你好，你好，第1名呢？哦，我拄则看到你甲我拍扑啊，哈，好来哦。有啦有啦。啊，今仔要听倒首？对你真情放袂离啦。真情放袂离吼。第一首歌曲。叫那个海波浪。海波浪吼，好，无问题。好，我写开，谢谢平安哦，哈，来，哎，你好，尤大嫂。喂，阿嫂你好啊。哎，哦，美女，来，今天要听好。好，大嫂大哥当中我来啊，第一首甲第4首。第1首跟第4首。真情放袂离甲送君情泪。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感谢下知啊，搁甲咱加油哦。嘿，喂，你好，徐妈妈。感谢。哎，欢迎。 Hello。阿母啊，你好。点第4甲第3。哦，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。送君情泪。平安哦，哈，平安平安。来，坤心哥哥你好。双语，你好。好来。点456。哦，杨坤山大哥啦，4跟6啦哈。好，来，我写开哦，嘿，谢谢我们的坤山大哥，4跟6，谢谢，感谢。喂，6，喂，哦，文良大哥，你来落线去哦，我敲一摆哦。来，顺天哥哥。两位主持人午安，我要听第1首甲第4首，谢谢。哦，1甲4哦，好，谢谢哈。喂，你好，陈妈妈。来，欢迎嘉玲，这个报掉，真情放袂离，委屈的爱，拜拜。我写开，我来陈妈妈。来哦，志昌大哥你好。哎，欢迎甲
江老师你好，哎好，陈大哥，我点杨大哥，委屈的爱甲上军情类，哦好 OK，委屈的爱哈，哦我写开哦哈，那个上军景伦，好谢谢志昌大哥，哎，来，喂你好，哎，祝您大好，我们点歌好好来你文良大哥第一首，好好，这个第4首，一跟四，无问题哦哈，我写开哈，好金钱谢谢范围，哎你好，喂，喂，玉轩欢迎老师你好，许我在点第1到第4，第安尼哦一甲第四哎，呀，好我写好，开一数谢谢。一数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喂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好我听第3甲第4，第三甲第第四，三甲第四，哦，咱刘大哥三四两哦，个，好，感谢你哈，来，这是咱的刘先生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康康，康康你落去哦，吼，张小姐你好，我选3号跟4号，三号跟四哦号， 3号跟4号。哦，没问题哦，哈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康康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嘿嘿江毅老师帮你主持，大家好，心情棒美丽，感恩谢谢，金拜拜钱棒谢谢美丽，啊，你好，梁大哥，哎，今仔想要听倒一首？听第1首，哦，个第4首，好一，跟四，好，没问题哦，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大家今仔日点这两首拢是上老的啦哈。来哦，迄、个民吉大哥，哎，我点第1甲第4，第一甲第四，我写开哈。谢谢哦谢谢。谢谢好啊，安尼不客气。今仔真正是这第一甲第四吼，上侪人来，方林来唱这首做《真情放袂》。我来甲单这个变奏啊，变奏，你拄则迄首已经甲我大变奏安尼。对，安尼吼你，敢知你拄则上军心绵绵，又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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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哦，三文新秘密啊，嘿哦。蹦接蹦接，无无，你拄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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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吹行，你个吹直直吹叫做，切数的，车手，系啊，啊，都咧心肝真急急急，足急的，伊弹甲迄种节奏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哦，我跟你讲卡子无较紧的，你适合敢送袂着，你适合唱卡拉 OK，真的哦，这吼，你若咧看你吉他播歌声，嗨，你若无咧甲变奏一个，对啊无？那有心情，是安尼哦毋是呢啊？？你又搁要甲我变奏的呀？对，来，好来，我来试看，气味无共啦，无共的吼，唱起来比吼好，右军小才较醒，无迄乐啦，乐啦，无唱无啦，唱绝对无的吼。啊，伊有伊的感情，吼来来啊，你有这首歌你的感情曲，吼，有咱这个剑山大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顺天哥哥、陈妈妈、文良大哥、玉轩、康康、梁大哥、林家大哥所点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哦。这首我做真情放袂离。等下麦克风袂记得切了，搁一遍。麦克风袂记得切，现场的啦，搁一遍啦。小费无去，我知啦。迄是的，目镜袂记得去啊，尔啦。雨水落袂离，
恋的，这是雨水吗？我哪有伫咧哭？我嘛是看破着一切恋情，只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。拜托咧，紧去啦！拜托咧，紧去啦！请你唔通阁对我讲着悲伤的话，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啦！孤单在孤寂，感觉稀微目屎你，啥人会动情我的纯情的花蕊？怎地才歹命，伤心话说袂了。过去甘甜蜜梦，已经失悲的人拍嘴啦，永远袂记你。这敢是有命嘞？我并无怨恨你。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了我对你的真情。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，虽然你分我，我嘛无悲伤啦。拜托咧，紧去啦！拜托咧，紧去啦！怀念不懂事。来，谢谢大家。安尼会使袂？袂歹，袂歹啊。系啊，跋倒佫要背起来，跋倒颠倒用，系啊，所以叫做讲人拍断手骨颠倒用。失败跌倒的不用灰心，哎对啊哦，不要莫惊吓怀忧丧志，哦，安尼啊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对不？嘿，实在是。所以讲呢，同志仍需努力。你是要搁讲我做，我还搁有努力的空间就对了吼。袂啦，我是讲你跋倒无紧，袂啦袂啦要有些勇气我。人生的时阵呢，无法度讲是全是你，是啊。吼，这个不如意事一常半摆发生。啊啦，一半摆啊尔嘛无定定啦吼，我已经足认真的啊吼，来我来看嘛线顶吼。啊，咱这观众朋友上线哈，来秀凤姐好，谢谢你的捧花香，咱的王大哥、尤大嫂、木火大哥、刘先生，咱的德同大哥好，青花姐姐、徐爸爸、徐妈妈好，志昌大哥，哎，谢谢哦，好啊，感谢。哎，咱这个明杰大哥、文东哥哥、碧霞姐、秀梅姐啊，无，这是张秀梅姐姐哈。好来，志昌大哥、吴明忠哥哥哈，吴明忠哥哥这会晓弹吉他的哦，这真正歌来老歌嘛就来哈。好来，宝丹姐姐、神鼠哥哥、志昌大哥、顺天哥哥，谢谢恁古大姐啊这哦，感谢恁满满啊，梁大哥啊，还有咱昭庆大哥，恁昭庆大哥去环岛都倒来呢哈。好来，环岛去环岛两个吼，啊来开车。哦，开到一个坐火车，坐到一个定点的时阵，啊，看是租车还是租奥多摆，啊，就安尼一路绕了一圈，我感觉袂歹啦，两人无安尼吼，趁咱即马。开规山走火车，等你的道前兄。我咧讲吼，
观众朋友爱像咱大哥安尼，就是讲，趁咱金啊，还佫安怎骹松手人，还佫走得动。真正台湾的风景袂歹吼，适合去行行咧。今日的时阵，在运动去山顶泡茶，哦，我这前辈嘛伫咧讲，嘿是哦，人生吼，你若要好过，嘛无一定讲爱足有钱足好业。对。你要安怎讲起来去，吼，选择就讲，你一天的这个作息，吼，舒服快乐，才会幸福啦。对。嘿啦，对。好来，还有咱小青姐，来玉轩。恁的婆声拢总有收到吼。来，即摆呢，叔叔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吼。来，第二阶段的时阵，准备2首歌曲，头一首是3字，第2首5字，吼，互咱观众朋友来要歌名。今仔要送什么？来，咱今仔来送一个石墨烯的护膝。讲到这石墨烯吼，观众朋友，伊毋是干来护膝尔，内裤啦、长裤啦，包括讲石墨烯的衫裤吼。这呢，伊会当吸湿排汗，无担紧，伊的保护性足好诶。就是讲，伊家己会调节温度，敢若袂输电脑设计，佮电脑共款安尼。寒的时阵，伊就安那甲你，互你会当保暖。调整家己的这个体温。若热的时阵，伊的透气性足好，伊袂闷热，伊就袂闷热啊。吼，而且呢，咱这种太空科技。是啊，石墨烯呢，咱这80%台湾制造的哈。来，今仔日一般拢25%尔啦，阮送这80%的啦。对，好，今仔送一个送一箱哦，嘿，来准备落歌。江边，海风凉凉吹来，予阮心来悲。只盼离开所年路，阮只期无回归，何时再见面？阵阵叫凄阮悲情，你白情也坐在海边相爱甲相亲，何时再见面？江边，今后要出就因阮目屎滴，彼日彼暝也是共款甲伊来。过的所念，
林英美小姐，一块真受到欢迎的歌曲。其实这第版本吼真济啦，这日语歌吼翻过来，咱台湾歌的这个词，写真济好听的这个像这个词。来，听完这个歌曲，拢总是海边啦，吼啊，所以讲呢，我即摆现主持，为了甲唱出这个吼文曲呀，文戏啦，文戏先生，我嘛来走较醒的，莫走咧蹦恰，我来个走的较醒的，来个走水灵舞的。来，这首歌曲有5字，5字啊。好，谢谢。夜风凄冷，予阮行到心暗房，听起着夜莺啼哭，加添阮悲伤。今夜来看着阮稀世双人的情绪，虽然是袂知袂听，搁再见着伊痴面，为怎样偏偏行到错乱的港边？梦老了过了心伤痕，可怜的我的恋梦随波流进去，每日思念着伊，无转去别人，夜来。错乱一个夜港边，夜莺你敢袂艰苦，为我的错乱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，大家又看卖咧，5字，夜港边啦，夜港边吼，啊，这边做这是港边。来，我来加油！我即摆来甲走对这个热门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做一个杂志公布答案。
谢谢，非常感谢咱爱好歌曲这观众朋友，这个无沙起盐菜煲金芒加咸，继续大家参与咱做第2阶段，听好歌有歌名的这个阶段。所以这个节目丰富的约会，义达伴歌声。来，我叫做江林，因为我住园林世江，所以讲我的艺名叫做江林了。来，我这边就是在公布答案。呀江边，今后袂出芳酒，因阮目屎滴。这首歌叫做《夜江边》。好来，第一首哦是咱夜江边哦吼，第2首呢？思念伊，思念伊呀，流着珠泪袂分离。这首歌叫做《江边相思曲》。江边相思。江边相思曲，5字。 5个字啊。这歌吼。 啊，人客我咧讲吼，尾啊有几个啊，人客拢叫啥物？初恋夜江边。夜江边，唔对。唔对，哦是初恋夜江边是唔对。初恋夜江边咩来唱？初恋的夜江边。无啦，伊本，伊甲你要后壁迄句啊，初恋的江边去啦。搁较怀念也是你之人啦。唔是啦。哦，叫做吼，这个吼。 叫做初恋啦，初恋夜江边的心吼。好来，我先收开吼，稍等咧，咱这部特别结束的时阵，我们会抽出1位观众朋友吼。好来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啊，我今晚呢，老师你来准备下一首歌曲，咱有讲过上来，这首是你的。好来，我今晚呢要来进一段广告。今仔这段广告吼，咱观众朋友好，啊哪会遐久啦？ 阮兜的拢穿吼，穿到一段时间拢要做淘汰啊呢，穿袂破啦。吼，介绍也要公道。啊，毋是啦，老师啊，咱这 CP 值足悬咱是咱介绍天花板的。咱介绍先啦，遐公道吼，是因为清楚的。工厂伫咱遮尔啦，直接去工厂摕出来啦。对。你唔免搁经过大盘小盘，对无？吼，啊，唔免搁经过，唔免搁经过中人，咱其实观众朋友你摕到的时阵。 你等于就是代理商的介绍。是。哦，阮是安怎？安尼过卡就讲啊，介绍恁知影尔。所以讲呢，咱这档期观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像讲石墨烯的产品、石墨烯的物件，像讲穿的这，吼，我甲恁讲哦，实在会使讲是有够好穿的啦。吼，安尼弹性有，而且呢，拍数搁有够，吼。好，啊，咱哩直接呢来。 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了后哦吼，爱记了，今仔阿爸后哦，因为讲咱即个小老板讲吼，啊无人袂遐俗的啦。过年过想要甲咱起价，啊咱过年遮还佫有一寡货伫咧吼，所以讲下一档我们就涨价了吼，条件介绍啊，嘿，来进广告，谢谢。 我甲恁讲，今仔要来甲恁介绍，同款是石墨烯的，咱即领石墨烯的内裤。石墨烯的内裤，咱有分查甫查某，拢总有吼，男生女生，男生是4角的，女生是3角的吼。啊，咱的石墨烯边边啊，石墨烯，咱有啥物无共款的？我甲恁讲吼，咱即内底佫有加添着银纤维。石墨烯就已经足厉害，但是呢，银纤维佫甲加落去了后呢，伊会当抑菌。 包括讲，你若会老了，一寡阿姐、一寡大哥会老了，伊会保持着我啦，伊毋是互你臭咧啥物，伊会保持着，伊会打伤，迅速，这会使讲吼，料若闪落去了后吼，伊马上就打去啊。所以讲吼，会当减轻着咱一寡女性朋友，你会闷啦、会痒啦，甚至咱若讲吼，较冷底的人有一寡内分泌的问题，吼，在困扰，伊就袂歹味啊。啊，咱这叫做石墨烯吼内裤，这叫做加强版的，咱内底有银纤维，
吼，银纤维呢，伊无担紧，银纤维是要创啊，伊就会当迅速排汗，透气性更较好。伊就是要加强咱的下舒心，会当互你啊打伤。吼，无担紧哦，佫有一种叫做左纤维。左纤维吼，真侪时代讲哇，芳龄啊，你迄左那佫加一个左纤维，左纤维吼，会使讲共款是加强版的啦吼。一般人拢用一寡弹性衫尔，咱这叫做莱卡。莱卡的时阵吼，伊本身就加啦，加一般的洗弹性衫加超10倍的价小伫咧，贵松松啦。但是呢，伊坚持一定要用莱卡衫，是安怎？因为呢，伊袂稀去。伊的弹性足好，包括讲你看卖啊咧哦，这女性朋友这领裤，甲你做啊双边加压，甲你做按摩，这巴肚汤啊，这个所在会当甲你收小腹。啊，那男生咧，吼，男生嘛是足厉害哈。阮这男生吼叫双边支撑法。这查甫人吼，这两边吼，伊甲你做，我咧讲吼，两边甲你做支撑，这个所在吼，咱若讲，这巴人小可。拢的时阵吼，伊就会缩到转去。我讲，穿这领内裤吼，咱跩大哥少年10岁哈，而且查甫无共款的所在做立体双层的囊袋设计，重点的所在，甲你做我咧讲吼，有胶囊啊，无担起，伊就是安怎共款哦。咱这有加银纤维加折。伫咧，咱有一寡异味，吼，啊，甚至讲会流尿的所在，马上会当互你受伤。我咧讲，这就是芳龄咧，甲咱介绍咱的这领内裤无共款的所在哈。我咧讲啦，工厂直销的啦，吼，一领百货公司，我咧讲一领1200块，一领1200块，真正是1200块哦，吼。今仔日，甲咱观众朋友你会记得哈，电话若甲卡通的时阵，一领1200块对无？对。工厂伫遮尔。特别甲小老板争取的吼，你今仔甲我买一领，我搁送你一领，啊，你2领共款甲你收1200块就好。咱阿姐，你今仔甲咱主文交代的时阵吼，公司搁加，我还袂讲的啦，但是吼，我讲搁甲加一领落去啦吼，摕3领我。3领3600块，我甲恁共款甲你收1200块。来电话开始要互咱观众朋友来卡，0800因我8个0800815181哈。高级品的哦，真正高级的啦。迄后肚啊穿落去的时阵，还咧收国国哦。系啊，来讲到遮就好。来，老师准备接电话啊，吼，拢总满线哈。啊，你若是捌买过来，观众朋友，你买过的观众朋友，我今仔有一个上介优惠的组合，你就要买2组，2组就是6领嘛，2400块嘛，2400块。搁加送你一领，吼，等于7领，7件啦，2400块。好来，0800815181吼，080081因我81咯吼，今仔日咯，今仔特别送的哦嘿，来秀芬姐啊，查某的啦。哦，那女生要一组啊，2组？都3领。3领 ，OK， 无问题哦嘿，谢谢，好，感谢你啊吼，好，来春秋姐啊，我要查某的。要查某，啊要一组就好吼。我要2组，要大组的啦，安尼拢总7领2400块嘿。对。好，我先下台啊吼，刘小姐。要7领的啦，一组查某一组，啊查某加1领。哦好，查某吼，安尼我下台哦嘿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刘阿姐哦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新朋友你好。你好。阿姐，你要大组小组的？我要大组的了。啊，要查某的。查某的，好，拢要查某的吼。好，我写卡，等下甲你问主机哦嘿。好，谢谢你哦嘿，感谢。哎，小丽。喂。小丽啊，你好。你要查某的？我要查某的。啊，要3领是7领的？我要3领就好。我写卡啊嘿，谢谢哈，感谢。来，思秋阿姐。喂。思秋阿姐你好。我年老，我有甲你买内裤，足好穿的呢。互你讲就好啊，真正，恁敢会家己有穿过，你就知影讲芳龄咧介绍这组内裤无共款啦。足好穿的，啊，我要搁买一组好了。好，女生的搁一组啦吼。雅文姐，你要一组吼？我买2组，啊，一组查甫，组查某，啊，查某加1领。哦，安尼我了解哦吼，女生的4件，男生3件哦嘿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0800因我0800815181。相信芳龄，恁买大组搁较会好，买大组的搁较会好啦吼。买大组，咱今仔搁加送你1领，7件7领哦，才甲你收2400块。如果若毋是工厂直接来，无法度卖你这种价钱。我甲恁讲，
哎，好，谢谢，哎，对，好，OK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你好，喂，新朋友你好，安尼吼，查某的吼，哦，我等下敲电话甲你问主旨好不好？吼，好，谢谢，哎，你好，哇，德生大哥，你搁敲一遍啦，吼，搁敲一遍来，我咧讲吼，实在有够哦，弹性有够好的，啊，咱观众朋友吼，你真正讲的，你若是毋捌穿过，我希望讲买一领怎，家己穿较好穿的，穿个啦，穿健康的啦，吼，就是讲它可以促进伊的血循环。我咧讲哦，而且吼，真舒爽的，有穿敢若无穿，你捌穿拄着迄安啦，穿开的时阵，迄有穿敢若无穿的呢，真正是有够好。而且吼，有的观众朋友讲说，哎哟，啊，我无爱嫁哦，我无爱闹大财哦。我咧讲吼，阮这是看大财哈。来，朱小姐你好。喂。啊，朱小姐要大做细做的？我大做好啦，啊，毋过我嘿，好来，你讲。好，啊，查某5领，吼，好，安尼好，无问题哦。嘿，谢谢朱小姐。哦，拢无分哦，吼，好。一定会穿的。来，你听我讲，你就知吼。来，你挂掉哦，吼，来。跟你观众朋友报告吼，查甫查某无分，你要去叫他上来了哈。查甫查某无分吼，啊，就讲伊拢总无寸尺，男生也一样，女生也一样，它没有分尺寸，吼，伊的弹性足好，因为伊内底都是用甲20%的美国的莱卡纱，所以讲因为45公斤，甲偌济啊，甲80公斤拢总一个出去找你，吼。拢这个啊，甲80公斤、90公斤拢总抑个会穿的吼，所以讲来，观众朋友啊哈，电话继续互恁卡哈，啊老师来准备一首歌，来蔡琴姐啊你好，蔡琴姐啊，啊要一组大组小组，哎，大组小组的，细组的，女生的吼，啊，要查某的吼，对啊，查某好，我下凯哦嘿，谢谢你，谢谢哦哈，好，拜拜。哎你好，新朋友你好。我买一组女生的吼，啊，等下我咧讲，哦好，我等下再敲电话甲你问主旨，你新朋友哦嘿，好，来，碧莲姐你好，嘿，碧莲姐你要查甫的？查某的，查某的呀，啊要大组细组的？大组的啦，大组的吼，捌穿过啊无？啊，你捌穿过无？哎，毋捌买啊，我今仔才看到。安尼哦，一届就甲我买大组的吼，谢谢你啦嘿，好，感谢你哦嘿，你知哈？知吼，好，来哦，金秀姐啊你好，欢迎哦。啊姐哦，啊今仔要大组细，细组。女生细组哦，查某的哦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好，我知哦，好，谢谢，绝对互恁满意的哈，富隆大哥你好，嘿，要大组细组的，朋友，嘿咯，啊大哥，买大组的呀，大组查甫的吼。嘿，对好，我写开哦，嘿，谢谢。好，我嘿，啊，我会知影有资料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瑞梅姐你好，瑞梅姐，你要大组？有的。好，女生的哦，嘿，好，我写开哦，嘿，好，奥利高哦，嘿，好，来，吴妈妈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喂，吴妈妈，你上线哦。少问诶，好。你迄七个，哈？无哦，拢无分大细组哦，吼。来，3领穿2箍吼。来，吴妈妈，你若要问的时阵，等下甲你回电话哦，嘿，好。来，你好，喂，嘿，阿姐，来，你新朋友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女生的吼，好，较等下甲你回电话，伊新朋友无资料哦，嘿，好，无啦，搁超20分，吼，好，20分内底，喂，你好。嘿，阿姐你好哈。朋友嘿，谢谢。来，喂，你好，美珠姐啊。我要一组。好，大组细组的。细组的。查某的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外交姐啊。我先。细组的。好，我写开哦，吼，女生的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感谢哈。哎，你好，喂，欢迎咯。吴大姐，你爱回电话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我要3条的嘿。哦，查某的哦，吼。有。哦，我写开哈，奥利高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老师，你准备唱歌哦，吼。春龙大哥，你好。有，买过来过啦。查甫的。查甫的。大组细组的。
大组的。哦，要好大组，给你写开哦，嘿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哈，好。尾仔有送啊，无送？咱无袜子哦，哈，我们没有袜子哦，哈，我是内裤俩，内裤。无尾仔对，没有袜子哦，哈，我都是内裤安尼尔，哈，好好。来，秀红姐啊，你好。我买小组的，小组女生哈。小组买女生的。OK， 好的，谢谢你哦，嘿，好。来哦，竹木大哥，竹木大哥。喂，来哦，你要查甫查某的？感谢。我咧买内裤。查甫的吼。我来。查甫三领，你等一下声音关掉。哎。哦好，我写开哦，2004哦，嘿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好好好。好来，你接电话等一下，先关掉。后日到，嘿，我讲话，好，好。啊，非常感谢。咱这即摆现主持拢总是慢线当中吼，有可能慢差不多吼，一搭久啊，甲你接吼，安尼，拢总互恁总买会着吼，拢互你买会着。互恁找咧甲第一当中是有穿甲咧无穿，你也知讲，啥物叫做天花板啊？天花板吼，上盖好诶吼。穿入去的时阵吼，不但爽快，而且无臭味，个非常的这个舒适。我这边主持为了感谢，用了感谢的心情，要来甲献唱一个咱观众朋友所点唱的歌曲，《看破的爱》。爱是悲惨的爱，朦胧渺渺消失的爱，凄凉的苍白月，情前我在窗门边。难受通听，心内忧，自怨恨土大开，眼看无前天。无路用，只是目屎流露轻情，凄凉的苍白月，理想也着来看破，多情多义也是无路用，心爱的你一人，总是无情人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边主持先来甲抽出到今日中奖的观众朋友，稍等一下。来哦，又出咯，又出一位吼，咱送护士的哦。来，许秀莲姐姐，柯秀莲。
秀莲姐啊，恭喜你音哦！乐走入去。哦，这是故事一个哦哈。来，秀莲姐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哦哈！来啦，观众朋友，恁小等落这部，恁电话搁继续卡，因为规个拢总满线啦吼。来，宝仪姐你好，要大组小组的，查某的吼。老超按2004哦，嘿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哎，阿姐哦，我下开，你要大组查某查某凄凉的苍白月。来，小等落这部呢，放恁伫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哦，吼，工人都放恁拢做较紧的来线卡甲恁服务，电话继续互恁卡080081580008008158这一档期这个价格，今天最后一档，下一次咱调继续甲调解啦吼，你即摆买到是全世界上介俗的啦吼，谢谢。抱着悲惨不会怀念，看破世界变长求你可爱的一人，将厝在回来。谢谢，感谢。